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8章。便雅悯有5个囝，照次序是比拉、阿实伯、阿哈拉、那合甲拉法。比拉的囝是阿但尼、基拉、阿比弗、阿比斯、乃曼、阿和阿、基拉、西弗信甲荷兰。以弗的后代有乃曼、阿希那甲基拉，因是加巴自民的族长。受逼迁徙去马拉哈，基拉带因过去，伊伫遐生乌撒甲阿希弗。沙合连离伊2个某何辛甲巴拉了后，伫摩押地去带胡德生罗巴、西比那、米沙、马拉干。亚乌斯、沙加、米玛，这个是伊的囝，拢做族长。沙合连有对伊的某何辛生阿比督甲伊利巴勒。伊利巴勒有3个囝：希伯、米珊甲沙密。沙密去做乌那甲罗德2个城，以及附近的庄舍。比利亚甲示玛是阿雅伦自民的族长，有将迦得的自民赶走。比利亚的后代有阿希约、沙雪、亚利摩、塞巴地亚、阿拉德、阿德、比加勒、伊斯巴甲约合。伊利巴勒的后代有塞巴地亚、比苏兰、希西基、希伯、伊斯米来、伊斯利亚甲约巴。示每的后代有拉金、谢基利、撒底、伊利乃、谢勒泰、伊利业、阿代亚、比拉亚甲辛阿。沙刷的后代有伊斯班、希伯、伊利业、阿伯顿、谢基利、哈兰、班那尼亚、伊兰、安德提亚、伊弗底亚甲比罗伊勒。亚罗汉的后代有三士来、希合利、阿塔利亚、亚利西、伊利亚甲谢基利。以上这个人照因的家谱拢是族长，徛起伫耶路撒冷。耶利开创基变城，徛起伫遐，伊的某叫做玛加。伊的大囝是阿伯顿，阁有苏尼、基斯、巴勒、拿达、基多、阿菲约、撒加甲米基罗。米基罗生示米暗，这个人拢徛起伫耶路撒冷，甲因的亲族带对面。尼尼生基斯，基斯生瑟罗，瑟罗有4个囝：约拿单、米基苏阿、阿比拿达甲伊斯巴勒。
了丹是米利巴勒，米利巴勒是米迦，米迦有4个囝，比顿、比勒、他利亚甲阿哈斯。阿哈斯是耶和阿达，耶和阿达有3个囝，阿拉灭、阿苏玛威甲心利，心利是摩萨，摩萨是比尼亚，比尼亚是拉法，拉法是伊利亚撒，伊利亚撒是阿瑟，阿瑟有6个囝，阿苏利干、何基罗、伊什玛利、西阿利亚、俄巴底亚甲哈兰。阿瑟的小弟以色有3个囝，欧兰、拉俄斯甲伊利法列。欧兰的囝拢是强猛敖射箭的勇士，伊有真侪囝甲孙，拢总150人。以上这个人拢是便雅悯支族的后代。